介紹一下呢一場嘅參賽隊伍啦。第一線道紅色旗，龍舟康樂中心；第二線藍色旗，房屋署龍舟隊；第三線黃色旗，海能達尖峰龍舟隊；第四線青色旗，新界北總區龍舟隊；第五線橙色旗，新益食品有限公司；第六線紫色旗，富寶花園；第七線綠色旗，東華愛心龍舟隊；第八線粉綠色旗，中國工商銀行亞洲工人飛龍；第九線啡色旗，亞美星龍舟隊。好啦，賽事已經開始咗咯喎！相信係一場水準非常之高嘅賽事嚟㗎嚇，我哋一齊睇下。開始咗冇耐咧，已經見到有隊稍稍嘅領先啦。暫時領先咧，我哋見到有5號線橙色隊嘅新益食品有限公司，6號線紫色隊嘅富寶花園，3號線黃色旗嘅海能達尖峰龍舟隊，都係暫時喺領先嘅位置喎。但係其他嘅隊咧都緊接其後啊！似咩顏色啊？子涵？有藍色旗嘅房屋署龍舟隊，紅色旗嘅龍舟康樂中心。我哋見到啊，仍然領先緊嘅有5號線橙色旗嘅新益食品有限公司。多謝咁多位。6號線多謝晒全部花園。接住我哋有請9號線。跟住我哋恭請香港警務處助理處長、新界南總區指揮官張偉華先生、沙田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嘅會長曹國儀會長、華華縣會長、凌偉漢會長以及潘偉雄會長為我哋頒發亞軍嘅獎項。都有機會喎，有機會上前喎。6號線嘅富寶花園，好接近啦。4號線下個嘅得獎隊伍係沙田區少年警訊。白色喎，好似。喺後邊上緊嚟嘅咧，有努力中嘅有紅色嘅龍舟康樂中心啦，房屋署龍舟隊啦，海能達尖峰龍舟隊都繼續努力上緊嚟啊！綠色旗嘅東華愛心龍舟隊都喺後邊咧係努力緊嘅。嗱，打見到啊，有明顯嘅分別啦啊！領先緊嘅有啲優勢嘅係紫色旗富寶花園。咁隨其後有橙色旗新益食品有限公司，3號線、4號線咧要為自己特別嘅爭持啦。9號線喺對岸咧，亞美星龍舟隊都上嚟啦。好啦，將要過終點啦，有一名咧係紫色旗嘅富寶花園，然後係新益食品有限公司，海能達尖峰龍舟隊。新界北總區龍舟隊繼續過終點啦，有亞美星龍舟隊、中國銀行、亞洲工人飛龍、房屋署龍舟隊剛剛都過終點啦。1號線紅色旗嘅龍舟康樂中心同埋7號線綠色旗東華愛心龍舟隊都相繼咧過終點啦。恭喜晒得獎隊伍嘅，多謝晒咁多位嘅會長。有請張 Sir 留步。同時我哋有請沙田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主席梁志聰主席、劉定雄副主席、陳偉強副主席、連心傑副主席以及董行副主席一齊為我哋頒發冠軍嘅獎項。第22場小龍混合邀請賽決賽，沙田區少年警訊
喜眼的野妹，冠軍曾璧山崇蘭中學。